让人误会了，以为走错地方，进来精神病院了。好，那么感谢大家的掌声。当然，在还没开始之前，让我分享一句话哈。那这句话我很久没有讲了，不过它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趁今天，让我跟大家先分享这句话。那么这句话呢，它是用英文这样讲。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它是用英文这样讲。他说 ：“For yesterday is but a dream, for tomorrow is only a vision. But today well lived is going to make every yesterday a dream of happiness, and every tomorrow a vision of hope.” 中文是这样的，他说：“昨天只不过是一场梦境，而明天只不过是梦想。不过，要是我们能够为今天好好的活的话，那么每个昨天将会是快乐的梦境，而每个明天将会是一线希望的曙光。”对了，昨天毕竟已经过去了，我们不需要为昨天而烦恼。那么明天还没有到来，我们也不需要为明天而担心。最重要的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能够为今天，我们能够为现在好好的活。要是我们能够每个时刻都能够为现在好好的活的话，那么肯定的，每个昨天将会是快乐的梦境，而每个明天将会是一线希望的曙光。所以我时常讲，在人生过程中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就在那个时刻，就在那个时候，把你所有的，把你所会的，表现得最好，表达得最好。在家里，成为一个最好的爸爸，成为一个最好的妈妈，成为那个最孝顺父母亲的孩子，在组织里面，成为那个最负责任的领导人，成为一个最 steady 的朋友，做事情很漂亮的那种朋友。当然，有可能你觉得你不是一个领导人，你只不过是一个跟从者 ，it's okay， 没关系的。成为那个最守纪律的跟从者，成为那个最好配合的跟从者。有可能你觉得你不是一个大老板，你只不过是一个员工，没有问题。成为那个最负责任的员工，成为那个最勤劳的员工。有可能你觉得你不是那棵大树，你只不过是那根小草而已。It's okay， 成为那根最勇敢的小草，成为那根最轻的小草。要是每个时刻我们都能够为现在好好的活，把所有的，把你所会的表现得最好，表达得最好的话，那么允许我再重复，每个昨天将会是快乐的梦境，而每个明天将会是一线希望的曙光。那么各位朋友，各位伙伴，各位兄弟姐妹，大家晚上好。今天要加椅子了嘞，这种反应不应该是你们有的反应。我觉得你们可以做得更好。刚刚才讲，要是每个时刻能够把你所懂的、你所会的表现得最好的话，哇，讲得多好听。结果那种反应，我不觉得是最好，我不觉得是最好。我们再来一次，晚上好。晚上好，啊，这种才是反应，给自己一个掌声啊 ，very good， 哦，还好，我混这个行业混了20年，要不然这样的反应我直接就粘在那边了，好，所以我说我时常跟人家讲，我们千万不要冷冰冰、死气沉沉的，我们要对事情产生浓厚的兴趣，我们要很兴奋，每一个时刻我们都要充满兴奋和激情。不要冷冰冰、死气沉沉。因为有一句话这样讲 ：“Don't become a goldfish”， 不要成为那条金鱼。金鱼在鱼缸里面死气沉沉这样。我们不要成为那条金鱼，那么我们应该成为什么呢？他说 ：“You got to become the volcano。”你必须要成为那座火山。
为什么？因为火山会爆炸，啪！当火山爆炸的时候，它会留下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这样能够造福很多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事情产生浓厚的兴趣。我们必须要兴奋。因为当你兴奋的时候，原本你没办法做的事情，你有办法做到。你相信你有办法做到，肯定比现在更加的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每个时刻充满激情和兴奋。所以我们再来一次，各位香港的伙伴，来香港的伙伴，晚上好，晚上好。真的这种反应真的让人满意耶，给自己一个掌声。Very good， 我都说你们可以了。好，那么今天是我们10月、11月份，也是我们2018年最后一季、第4季的领袖培训会。每一季都有领袖培训会，对于EV来讲。那么这一季比较特别，我们有7场，那么7场都是小弟我，很厚脸皮的一个人讲，没有，还有一些特别嘉宾我基本上都是我讲了那么今天是第5场，我还没死，我还站在这里，还好。原本以为会中风，黑白照片都拍好了，拿命来搏。前天就在吉隆坡一场那么今天是第5场，而今天的主题叫做定位，英文叫做 positioning， 定位。哇 ，very important， 很重要。定位对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用一个故事来解释或者来分析一下。那么曾经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很好客，非常喜欢朋友来他的家，也很大方。不过问题就是这个人很穷，穷到家里基本上什么都没有。突然有一天来了一笔财富，第一样事情他就想要庆祝，请他的朋友来到他的家吃饭。那么家里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办法煮，所以他就去外面，我们的语言叫打包，你们叫打包吗？对，就是外卖，打包一些菜肴回家。那么其中一个菜肴就是汤啊，所以当他拆开那包汤的时候，他需要一个碗来盛这个汤。他就在家里找糟糕了，家里没有大碗，家里没有碗可以盛这个汤。突然间他就想到，他刚刚买了一个那个叫痰盂，叫什么痰盂啊？是叫痰盂吗？还是痰盂？痰盂，对。我们通常在新加坡，我们都用福建话来讲，叫痰培啦。好，痰盂就是拿来做什么的？吐痰的。那么有时候以前我小时候去我的外婆家、去我婆婆家的时候呢，小时候你要上厕所，有时候在乡下地方上厕所很不方便的，小孩子去很危险，可能要过一个独木桥啊，还是什么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小孩子大便的时候就用痰盂坐在那边，因为屁股比较小，所以可以坐在那边他就想到他刚刚买了一个痰盂，他就把汤倒进那个痰盂，新的。所以当他盛那个痰盂出来的时候呢，他的朋友全部看住他，他就说：“没事，这个没有用过的。”当要把汤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发现到桌子非常的肮脏非常的肮脏，就把汤放在一边，就要去家里找布找一块破布还是什么来抹桌子。后来发现到整个家里面的布都比那个桌子还肮脏。突然间他想到，他刚刚买了一件新的内裤，还没穿过。拿那件内裤出来，而且是棉的，比较好擦。拿那个底裤，拿那个内裤，就在抹桌子。他朋友全部看住他。后来你觉得这餐饭吃得成吗？这餐饭吃不成，谁有胃口吃结果找了一个借口，赶快就跑人了，跑得比逃亡还快。从这个故事我们学到什么东西？痰盂
就是痰盂。痰盂是不能拿来盛汤的，内裤就是内裤，内裤是不能来抹桌子的，内裤的定位就是给你穿的，痰盂的定位就是拿来呸的。好，所以这个故事里面讲到什么东西？今天你认为你是什么，最终最后你就会变成什么。今天你是什么，最终最后你就会变成什么，尤其是你认为你是什么。所以今天的目的来到这里，在走出这道门之前，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决定你自己本身是谁，你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早在好几千年前，在古希腊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老师苏格拉底就讲过一句话，这句话经过几千年后还向着整个社会文明挑战。这句话到底有多了不起？为什么可以经过几千年后还可以向着整个社会文明挑战呢？他讲的这4个字：了解自己。你必须要了解自己，你必须要认识你自己本身，你必须要知道你是谁。那么过了不久，有一个诺贝尔得奖者，一位医生，叫做 Dr. Albert Schweitzer， 有听过吗？艾伯医生。艾伯医生当了诺贝尔奖的时候，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在那个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记者问他，他说：“艾伯医生啊，我想问你，人类最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What is the trouble of the people today？ 人类最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当艾伯医生听到那句话的时候，他马上就回答，他说：“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懒得去思考，他没有去思考，这就是人类最大的问题。”所以艾伯医生继续的讲说，人生过程当中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必须要思考。思考什么？思考这以下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从哪里来？第二个问题，我现在在哪里？第3个问题，我要往哪里去？要是这3个问题都有答案的话，你可以算是没有白活这一世。所以，伟大的医生、伟大的诺贝尔得奖者艾伯医生所讲的"我现在在哪里"，就是几千年前那个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所讲的什么？就是了解自己本身。你必须要知道你是谁，你必须要知道你现在在哪里。由此可见，认识你自己本身，了解你自己本身，是多么重要的开始点。的确，各位，的确，要是你不懂你自己本身在哪里，你绝对不可能去到你想去的地方，不可能。为什么我这样讲？我给你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有没有去过新加坡？今天很多新加坡人我看来支持的哈。那么去到新加坡，比如说你没去过，你对新加坡的路不熟，那么去到新加坡的时候迷路了，没关系，我给你新加坡最详细的地图，再给你一个最准确、最好的指南针，你能不能够脱离困境呢？不能，为什么不能？对，虽然你有一个最好的地图，最准确的、很详细的，虽然你有一个很好的指南针，不过你还需要知道一样东西。我在哪里，对不对呀？要是你不知道你在哪里，地图再好，指南针再准，有没有用？完全没有用处，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有可能今天你遇到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觉得是一个机会，你觉得是一个商机，那些东西都非常的齐全。不过要是你不了解你自己本身，这些工具再齐全。这个企业再了不起，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你到底是谁。你认识你自己本身吗？相同的，今天我们在车上，现在开始已经没有用地图了，我们都用导航，对不对啊？今天我们用导航，导航要带你去某一个地方，你想去某一个地方。不过今天你在天桥底下，
你发现到你在天桥底下，那个导航一直定不到你的位，你能够去到那个地方吗？那个仪器有用吗？那导航肯定没有用，所以他必须要先把你定位了，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了，你才能够去设另外一个目的地，对不对啊？要不然你设了目的地也没有用了。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先了解你自己本身，你必须要认识你自己本身，这就是今天的目的。我当然讲你们之前，我要先讲讲公司的定位，那对我们来讲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公司要是没有定位，公司自己本身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鬼，他也没办法去他要去的目的地。那么在公司里面的人就很悲哀了，非常的悲哀了。好，所以今天趁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跟大家讲解一下，公司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一直都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就我们大概知道，不过就一直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句话来形容出去。那一天我就有问一些总监们，到底 VV 有什么作风值得我们拿来讲的？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东西值得我们拿来讲的？就有几个总监回答，有些人讲说 VV 很舍得咯，哈 ，VV 老板帅咯，好，没有，不是我讲的哈。然后，VV 很照顾人哦，讲了一大堆。突然间，我们的营运总监 IV， 他就讲了其中一句话，哇，让我有很深的感触。他说 ，VV 做了很多东西啦，他就讲出来了哈，比较负责任呐，好，什么会扛责任，会什么，讲完了过后，他自己都在讲。其实这个也不值得讲，因为这个是一个，如果你要做大的一个企业，你都必须要做的一个原始责任，所以不值得讲。我后面他加多一句，他说：“VV 有点奇怪，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这个东西当做一门生意来看。”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我想一下，真的嘞，真的，千真万确，的确是如此。后来我就开始想到了，原来我们为什么 VV 会不把这个生意当作生意来看呢？我就开始想到了，因为 VV 的定位就是，如果我想做直销，不是你们哦，我如果我想做直销，我想加入好像 VV 这样的公司的定位来做 VV 出来。你们听得懂吗？就是今天我是创办 VV 的人，我们做了 VV 出来过后，连我自己本身都想加入 VV。而不想做创办人，不想做总裁，连我自己本身都想加入 VV 做直销商，这样的定位来定位我们公司，好像有点奇怪，是吧？我听得懂吗？所以你会发现到 VV 因为有这样的定位。你会发现到 VV 有时候做一些奇奇怪怪、莫名其妙的东西。通常如果你做过 VV 一段时间，你在 VV 里面一定会听到，就是 VV 有市场他都不去的，有听过吗？就是你要去开发那个市场，那是很伟大的事情啊，对不对啊？你要去开发一个市场 ，VV 会阻止你的。他阻止你并不是他的格局小，他阻止你是因为叫你不要乱跑。为什么？因为 VV 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观念，就是说，每一样东西我们都需要坚持一段时间。
比如说，现在我在我的地方，我的地方是新加坡，好，那么在新加坡，我在新加坡做这个行业的话，我就要坚持一段时间，直到这个根基呀，我的组织的根基比较稳一点过后才说，同意吗？一个地方你才还没有开始推荐2个人，这2个人什么都还不会，哦，就可能只是买产品，嘿，你马上眼睛就看美国，眼睛马上就看中国，然后去到中国某一个城市哦，某一个村庄，再推荐2个人，然后你又跑了，好跑去英国，这样打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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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有结果？它不会有结果。所以我说 ，Revay 很讲究，我们的术语叫锁地方，这是 Revay 才讲的话来的，锁地方，锁住一个地方，那需要很高超的技巧，需要很好的技巧，才有办法让每一个人明白这个道理，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那么一段时间过后就会怎样？唰，它就会穿，是不是啊？它就会有一个结果，你就看到一个结果，你的班底就出来了。好，你的前面的一批人出来了，这些人有一起经历过某一些问题、某一些挫折，一起经历过，彼此之间有摩擦过，也解过的一个团队。真正的团队出来了，啊，那就漂亮了。好，所以我在上一场就有提到 ，Revay 从一开始2个地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北部的一个小镇，叫做大三角。为什么叫大三角？因为它在大山的脚下的一个镇，10公里乘10公里大最多，这里还有一些大三角人。我们在大三角，我们在新加坡，没去别的地方，每天都有人跟我讲说：“老板啊，几时开吉隆坡啊？老板啊，几时开怡保啊？”我说：“为什么啊？吉隆坡怎么样呢？”哦，吉隆坡我有人呢。我心里在想：难道我吉隆坡没人吗？我说：“你吉隆坡那个是谁？”他是那个，有时讲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我都懒得去记。不过有时候我们听了过后，哎呦，你在这里什么都还没有，在自己的地方你可能都还推荐不到人，在自己的地方你都可能把这个产品销售不出去，你都没有这样的技巧销售产品，你就马上要去一个大城市，那去哪里都没有不关你的事嘛，因为你都不是这样的一个人。甚至有时候我们就会很婉转的去拒绝他，甚至有些人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讲说：“你到底会做直销的吗？你到底想做大的吗？”我说：“好，请多指教，请多指教。”也没办法解释。不过我们不管，在这2个地方，2年，2年呐，2年有700天啊，700多天，一直到有一群人，不管是什么人都好，有一群人。一群上了年纪的人，有的人说老人 ，Revay 是老人开始的，的确，我做了一段时间的老人院院长。那么不是是上了年纪的人，那个时候的确，有一些是在咖啡店里面抹桌子的，有一些是破产的，各行各业的都有。慢慢，我们在那边一段时间，一直在那边嘛，慢慢处理组织的问题，处理这些，慢慢就越来越熟，变成好朋友。慢慢组织就越来越大了。2年后，我们才开发吉隆坡，一开发吉隆坡，砰就来了。整个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开，嘿，马上10多间分行就开了。因为那个基础、那个根基、组织某一些东西，我们是能够掌握到的，而不是让它乱飞乱跑的。那么，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对还是错？
所以你看，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说，有些人问我说：“老板，你英国几时开？”我说：“你英国怎么样呢？”我英国有2个朋友哦。哇，他真的好儿戏啊，是不是啊？如果这家公司说，因为你英国有2个朋友，我就去开的话，Freeway 的确也做过这样的事情。不过不管怎么样，说地方，我们 Freeway 很奇怪，有市场我们都会不想去，因为实实在在说 ，Freeway 现在在几个地方，我们来看，真正我们在营业的有几个地方，基本上是在亚洲。基本上现在我们在营业的地方都在亚洲。当然，我们从新加坡开始，肯定新加坡有份啊。新加坡第一个，过后就马来西亚。我们去了马来西亚过后，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了印尼。那个是好几年后我们去印尼，那么在了好几年后我们去泰国，在了好几年后我们去台湾，主要的这几个市场，还有没有？还有，我们来看，我们去了菲律宾，现在 Freeway 有办公室有分行的地方，还有什么？缅甸，虽然缅甸最近出事了，这个是过程啊。过程就是如此没事然后呢，我们去了日本，目前就是这8个国家嘛，对不对啊？而接着下来即将要来的，应该明年吧，会是越南，有很多人不甘愿。他以为我要讲哪里？好了，这几个地方是 Freeway 有分行的地方。你知道这些市场加起来市场多大吗？现在有颜色的地方，除了黄色，它的人口呢总额是7亿8千万。东南亚，Freeway 可以在这些市场立足，都有很有根基的团队在那边，都有的，要不然我们是绝对不会去的。那么世界各地有没有 Freeway 人？除了这9个地方，好多都有 Freeway 人，甚至有一些已经 Pavo， 有一些已经飞马，甚至我们都不去。不去当然有几个原因。除了跟国家政策有关以外，某一些东西就是某一些根基某一些时机还没有到，不是Freeway不敢去哦。单单我们现在看这9个地方，有7亿8千万人口，你觉得做得完吗？做得完吗？很多人讲说：“哎呀，才7亿8千万吗？”你千万不要讲，心里这样想哦。因为有可能你的组织50个人都没有，现在，除非你现在的组织有1亿2千万人，要不然你不可以觉得7亿8千万是小，是不是啊？所以不要每天思想格局太大，也不好，你的行动要能够配合得到。而有大概接近10%，还没到10%，不过有10%华人人口在这几个地方。而这10%的华人，都对这几个国家的经济有很大很大的影响。今天Freeway是以中文为媒介的一家公司。我在印尼也是用中文，我在菲律宾也是用中文。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华人，他们是菲律宾人还是华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从一开始，Freeway 我就在布局一个地方。一开始，什么地方？中国。
对啊，一开始，而且从第一天，我以为就有人跟我讲中国了，我说 no， 不可以。到了第1年，中国 no， 第2年中国 no， 第3年中国 no， 到了第10年还是同样的一句话 no， 不是跟你开玩笑，这是真的。因为中国，昨天我跟一群伙伴聊，我根本都不怕他做不起来，我只担心他做起来，你控制不了。你不用开心，我讲的是真的。而当你控制不了的事情，它就会有很大的杀伤力。我给你一个例子，法拉利快吗？这辆车快吗？它有没有力？好东西嘛，是不是啊？法拉利肯定是好东西的。不过我现在没有方向盘给你的法拉利，你敢上吗？没有刹车的法拉利，你敢上吗？你不敢上，越快越惨。越大越惨，越有力越惨，是不是啊？再好的东西，要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它越快你就越惨，就越危险，同意吗？所以你看，我们在它的外围接近8亿人口的市场找华人出来，都是华人。找华人出来，想要做什么？我想要做一些根基，想做一些根基。所以有些时候是需要看时机的。不过那一天，拿督有讲到一句话，我们的拿督 Kenny， 我们的发展总监，他说 Leeway 到底是一家怎样的公司？Leeway 是一家心很软、会去扛责任的公司。明明我们讲明不可以去了嘛，明明讲明已经不可以去那个市场了嘛。不过有些人偷偷去，去了过后做起来，或者甚至没有做起来，甚至制造一些问题出来，我公司还是会去扛责任。Steady 不？漂亮吗？我们不可以再静静不知道。所以上面有一个黄色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们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在做很大很大的筹备，在背后做很大很大的筹备，它不是这么简单和儿戏说要进就进的，因为那一边就在隔壁。现在今天在香港还好，可以乱讲，对不对啊？可以讲吗？可以，这在香港可以讲。我们都知道直销法规不是很明确的讲了一些东西没有？他说你是你就是，你不是你就不是的情况，因为为了保护他们的人民，这是一定要做的，我明白。问题就是说，某一些东西如果我们太高调，万一有些领导人问我，老板，如果我被抓，你会不会来救我？我当然会去救你啊！最多我们2个被关起来5年啊、7年啊，出来还是条好汉嘛，对不对啊？不过问题是，你觉得这样有解决问题吗？也并没有解决那个问题，而莫名其妙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何必呢？所以我们要很认真的、很慎重的看待这样的一件事情。讲起来很简单，去申请咯，对不对啊？这样一句申请咯，真的这个组织大到我们值得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吗？你知道申请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当然，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我们可以去赚。今天我并不是想要埋怨申诉，虽然有点埋怨的成分了，不过给你们知道真相，真正的情况是什么。要申请直销，我们早就已经开始在做了，眉毛也没有折一下，就因为我们知道有人认真在做这个市场，任何代价我们都会去做。不过我要你们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有些是责任感的事情。第一，今天要在中国大陆
有直销执照的第一个条件，你要有个押金2000万，都知道嘛，对不对啊？这个押金拿不回的哈，你放2000万下去，你几时可以拿回？你知道吗？你不要做的时候可以拿回，就是拿不回了啊。然后一个我们叫 pay up capital， 支付的这个资金。我要开一间公司，通常都有一个资金，投资资金嘛，一定有的 ，pay up capital， 8000万，这是条件之一啊。他怕这个公司下面乱来啊，他就要把这个门槛弄高，哦，就1亿了咯，对不对啊？可能你会讲说 ，Riway 又不是没有1亿，的确，你说的对，的确有，我们也投了，眉毛也没有折一下。不过我要你们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你知道 Riway 的定位，如果我是直销商，我想要做这家公司，某一些原则，我们守得很紧。比如说，在这个市场，我们所得到的一些业绩，我们所赚到的一些利润，我不会觉得是我的，我会觉得是公的，公家的。一直都是这样，过去10年，在那个市场所得到的利益，我一定会投资回这个同样的市场。那我想问你，这1亿哪里来？哪里来？从新加坡来了，从马来西亚来了，从台湾来了，从别的市场来。为什么会从别的市场来？因为Riway是从零开始的一个公司。没有投资家的，我也不要。我们一定要从零开始。上一场我有谈到，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加入Riway都是从零开始的。我们先以身作则，我们先做到从零开始。而你们知道，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做到，更不用讲现在。以身作则去做到。既然是从零开始，所有的利润、所有的东西都是业绩所带出来的，同意吗？有业绩。我们分配出去的奖金，对我们分配出去了，有成本也扣出去了，水电费啊、员工的薪水全部分出去了。我们还有一些利润，我告诉你，连这个利润我都觉得是这个市场的，都是你们的。剩下的这个利润我都觉得是这个你们的，我都要把它投资回去，投资在组织的会议啊，投资在某一些隐身地方，我都会投资回组织。有多少，我们就会用多少，这是我上一场谈的。漂亮吗？漂亮，好了，这样了不起，这样漂亮的一家公司，现在要我从别的国家拿钱出来，放在中国大陆申请牌照1亿，现在已经不是小数目了。为什么？因为是阿公的，是公家的，我觉得我欠他们现在。所以这个地方它是必须要做到的，我有一天要还回的。我永远跟我自己本身讲，我有一天我一定要还回的。所以它这边是不可以有任何问题，现在它不可以是儿戏的，它要做，我们就必须要把它做起来的。问题是它也没有这么简单哦，有某一些限制。国家有某一些格局在限制着我们的某些成长，虽然有这些限制，200-300亿还是做得到，还是有人做得到，证明我们应该也能做得到。不过，它绝对不是这样儿戏说哦，我要去哪里开我就去哪里开，我要去杭州就去杭州，我要去深圳就是深圳，不是这样儿戏的。它里面有某一些东西，我们需要去配合，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配合。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尤其有一些已经开始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太嚣张和高调。有些东西是不能挑战的，同意吗？我给你一个例子，好，不用拍手。好像我在骂人这样，今天是吧？不是，我在强调某一些东西。有些人做事情很奇怪，明明那边放着一个不准吸烟。有2个工作人员站在那边，专抓吸烟的人。
有些人在那个地方还可以拿着烟这样，这种对我来讲是什么的吗？白痴，同意吗？这是根本就在等被抓嘛！这个人，你笑他是白痴，你说他是神经病，我告诉你，的确就是有这样的人。讲明了，这么敏感，讲明了，是不是我就觉得说他会制造一些问题出来？虽然我们没有了，我们知道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不，别人眼里看的东西未必是这样啊，是不是啊？有些人就哇打着那个招牌，做很大的餐会，上面讲的东西哇讲的很一些市场上人家听到很敏感的话，讲疗效啊，讲这个治百病啊，讲这个，你找死嘛，对不对啊？跟拿着烟放着禁止吸烟，你拿着烟抽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为什么？因为你们没责任，是不是啊？被抓是公司的事情嘛。我今天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都同意 ，VV 是一家难得的公司吗？同意吗？真的是难得。在走出这大门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心里要珍惜这样的东西啊。我们已经很漂亮了，有组织，我们来，政治搞会议，甚至包括今天这一场在香港，同意吗 ？steady 了吗？是吧？懂 steady 什么意思吗？做东西漂亮嘛，是吧？漂亮吗？算不错了，算不错，算可以，是一个能够配合的一些人啊。我们的总监的性格。我们的领导的那些性格，这些人真的是能够配合做长久的战友，这是真的可以的。我在前几场有分析过，很难得，不要这么轻易的就把它弄坏掉，尤其是这次下来的这段时间，李伟的确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虽然没有讲，眉毛也没有折一下，因为我知道某一些问题我们还是必须要去面对的，我知道的。有时那个代价会大到你我都看不起，变成千古罪人，同意吗？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真的非常要这个东西，每个人都想要，不只是你。我从10年前我就开始布局了。它是一只烧猪这么大只，很好吃，它的烧肉好吃吗？好吃。好了，拿去吃，你吃整只啊，你吃，就一个结果还是。撑死，是不是啊？这么大只，然后想啊，第一，我要从哪里切，是吧？我要切多大片出来先？我要跟谁一起吃？这些都要考虑好好的，是不是啊？我要用怎样的刀？我要怎样切？这些都需要思考、考虑好好的。不过既然我们都已经来了。最重要就是肯定还有更好的技巧，肯定还有更妙的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在这敏感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可以制造很大的业绩的，肯定还有，所以我们必须要多思考、想、思考。在做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不要埋怨，我们思考，这就是它累积我们的重量的一个过程，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今天我表明得很清楚，我们比你还看重这个地方。你们也只是刚开始，我已经布了20年，20年，眼睛永远从来没有离开过，我都在看着，因为我是华人，是吧？这么好的东西就应该立华人嘛，是吧？好了，所以 UV 是一家很奇怪的公司，很奇怪，很讲感情，又很讲原则，有时候哈。那么 UV 有市场，他不要去，不是不要去，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时间的，你没有办法，它需要时间的过程。UV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UV 有业绩他不要的，有听过吗？有些人。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哎呀，公司最后还不是为了业绩？”你看，
当有人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公司里面一定有人跳出来的。No， 错 ，Riway 不是要业绩。有听过吗？应该有听过。好，其实 Riway 是要业绩啦。为什么？因为你只要生存下去嘛。好，业绩是一种成绩，你必须要有成绩嘛。好，不过是我们选择怎样的业绩，不要有太多首尾的业绩。对我来讲，它不是业绩。所以今天Riway一些领导人，哇，他跟我讲说，哇，他今天成交一个 3 star， 他不怎么敢在我们的总监面前讲，因为我心里想，对咯，你有3 star 的问题咯，现在，你累积了一个这么大的问题，一个人一套半年，3 star 你要吃几年啊？哦，不一样，他有谁可以送给他们吃。这个人哦很有影响力，这个人哦很有能力，很好 ，very good， 你找到这样的人，恭喜你。好了，这个人是用这样的方法加入的。你觉得他找别人的时候，他会用什么方法叫人家加入？也是一样，2 star 3 star， 对不对啊？3星、2星，为什么？因为这个行业是复制的。你敢担保第10层的，你还控制得了？第10层的那一个可能没有这样的能力，他是卖牛、卖屋、卖田，可能来买这个吹沙的。过后你承诺了，哇，放心了，我会帮你卖出去的，一句话很简单。结果人不见掉了，上线不见掉了，你知道这个人会怎样吗？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可能搞不好会有悲剧发生，同意吗？来，我跟你讲。看我，你觉得我卖得出3 star吗？你觉得我卖得出3 star吗？一个，你猜看看。我从Riway第1天最需要3 star的时候，我都没有卖3 star。第1天最需要1 star 的业绩的时候，我都没有卖1 star。前面有整排很多人跟我作证，我都是一盒、一套的卖。我要更多，我的工作量越大，我从来没有想过碰一下，它成为3 star，没有的。为什么？因为 Riway 的定位是这样嘛。我们要的不是业绩啊，我们要的是，我要在这样的一家公司里面，他这个公司会教我什么东西？他希望我有一个很大的团队，很稳的团队，有根基的团队，同意吗？而不是说哇这个时候有成绩，哇这个时候有拼接，不后面一大堆的问题来，一大堆的首尾要去收拾。那么对我来讲，那个不是成绩，那个是问题。你制造更多的问题出来，这个你们可以接受吗？我这样讲。对了，虽然Riway没有每次说不要业绩，不过Riway每时每刻都在制造很多的卖点出来，让我们的同事、让我们的会员、让我们的直销商有更多的卖点去卖这个产品，同意吗？从第1代到第6代，没有起价是不是卖点？不过站在公司的角度，是不是傻的？傻的，真的是傻的。站在公司的角度，它可以分成12个产品。站在公司的角度，他有1万个理由，为什么他要起价？1万个理由。不过，如果我是站在直销商的角度，如果我是直销商，我在做Riway的话，哇，如果公司从第1代到第6代，每一代的进步都这么大，有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有效，越来越多卖点。然后价格又没有起，我告诉你，如果我是直销商，我会发疯，我会疯狂，我会多感恩、多感激有这样的一家公司，同意吗？我好像你们没什么感觉这样。我有，所以你看，我们做的决定是站在直销商的角度想，因为我会想，如果我是直销商，我公司想做什么，我就去做出来嘛。所以你看，我们的定位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来看看最近有一个第6代的新的视频，我们来看一下。追溯过去，探索未来，累计10年的经验与心得，将经典发挥到最极致，呈现最唯美的一切，突破寻常，以完美为前提，屡屡创下佳绩，缔造无限传奇。这就是我们对所有人的承诺：掌握一手的精品，一手掌握的健康。Protea 胎盘素第6代，为您掌握最完美的人生。无以计算的反复测试，让保健与高科技并发出璀璨火花，从不停歇，寻求突破，克服局限。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豆干保存技术，完好保存成分新鲜度，使活细胞维持3至4年的生物活性。氮气活胶囊技术，注入氮气，使得细胞不被氧化，完好进行保存。肠溶包衣技术，抵抗胃酸侵蚀，保护养分直达小肠，大大提高养分吸收能力。乳化分解技术，促使较大颗粒分子可通过胆道乳糜微粒被人体吸收。生物活性胶囊技术，有效促使活性高效成分迅速在小肠溶解，提高生物活性60%到80%的吸收率。每一项成分精心搭配，万中严选出最适合您健康所需之成分，淬炼、凝聚、蜕变、升华。我们的坚持满足您的需求。鹿胎盘素第6代萃取精华，提升至100:1的浓缩度，超浓醇的精华带给您更为非凡的健康人生。奔跑在最尖端的科技，幸福于最认真的研发。海洋胶原蛋白生态，10倍更良好的摄取能力，反复测试，追求最精准的黄金比例。结合艺术的独特佳作，聚万般优势于一身。苹果多酚，自100颗苹果中提炼的精华，随时随地完美为您补给养分。超越医学的神圣使命，体验尊贵奢华的保健待遇。褐藻糖胶，终止受损细胞在体内延续，重新焕发体内机能。一场属于辅助品的革命，一次创新突破的进化论。核心要件，开启人体的深奥密码，严守监控，保障健康稳定运行。成分的先天优势，结合高科技的先进条件。Protea 胎盘素第6代，将我们推至更高层次的保健领域。小小一颗，就仿佛拥有了整个宇宙。您的信赖，给予10年品牌更多信心，更多勇气。一如往常，给予您最好的，加倍呵护，凝住时光流逝。我当然这样看，我觉得可能第一次看的人，第一次才看过的，你们没有什么感觉。不过在座有一些如果卖过第一代的 Protea 胎盘素的人，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我跟你讲，眼泪可能都流下来。因为单单这个视频，他们可以制造很大的业绩了。单单这个视频就够了，同意吗 ，Simon？ 一个视频打天下。以前我们第一代的视频很好笑，我自己做的，你就可以想象是多糟糕。我都觉得哇，这个业绩要爆了。有这个视频，有好多工具啊，好好用哦。
每一样东西，它都是可以发挥的。所以那时候资源非常少，所以你可以想象现在资源有多少。所以我们眼睛要看好的那一面。但是 Lee 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性格。Lee 从来也不掩盖任何的洞。如果 Lee 有问题，我们也不敢，也不怕，不是不敢，不怕拿出来分析，不怕拿出来讲，不怕拿出来解释，我们不会盖着。很多直销公司后期会遇到问题，就是因为什么？洞太多。他们会洞一多的时候，他们又去盖。为什么要盖？因为我们讲怎么讲啊？因为他们想去做一个比较好的形象来吸引人啊，希望说不好的东西他们先盖着。时间一累积越来越长的时候，洞越来越多，30个洞，可能只有2个盖，盖不了，组织就出现问题了。比如说，制度出现问题，领导人不赚钱，有可能吗？有，以前我的公司就是这样盖。领导人不赚钱，照样包装，出大车，后来车供不起啊，车停在银行门口，问题就来了，是一个洞了，是不是啊？Lee 不怕，从来都不怕。如果真的发生，我们讲出来是这样的，我们也不一味的去讨好人，希望你来，没有。不然就是怎么样改制度。直销公司都是这样的改制度。我不是在说别的直销公司哦，我不只在说别的直销公司 ，sorry， 不怕讲。我说某一些国家的直销协会，代表直销的一个协会，就是一些所有的公司在那个国家的一些负责人来形成一个比较靠近政府，可以站出来说话的那种叫直销协会。某一些国家的直销协会必须要参加的，不然不能做的。我们参加。要是某一些国家可以不要参加的，我绝对不会参加。为什么？我给你们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市场，他必须要参加的，我们就参加了，找一个负责人去。我们找一个同事去做负责人，代表Lee去到那边，有时还要上课的哦。他教你怎么做直销。我跟你讲直销怎样？你知道它里面教什么吗？教怎么改制度。他教说公司要怎么样改制度，才可以有更高的利润。那么公司有利润，谁没利润？直销商没利润，就是要怎么样去改，才利公司。我的同事回来跟我讲说：“老板啊，为什么那个是教这种东西的？”我说：“我感恩哦，还好他教这些东西，要不然都不显得Lee好嘛，是吧？不然你哪有的比较？拼啊！要不然我们就很多竞争对手出来了。所以今天Lee一枝独秀，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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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所有的直销公司很多。因为我们懂怎样做直销，是吧？所以还感恩。所以我时常讲，你开饭店，你不要怕人家吃饭；你开直销公司，你怕人家赚钱，你不要做直销公司。这个我不是跟你们讲，我跟全部的人讲。所以Lee的背傲，我敢大声的讲，我们是第一名的，真的第一名的。所以Lee一直跑在前面。今天你们的这个制度要赚钱，
你们组织要平衡。VV 要有利润，没有亏本，我们组织也要平衡。你们只是不赚钱，我们是会死。我们是如果不跑在前面，我们会标太过多，然后死，是不是啊？风险很大。所以你看 VV 一直冲在前面。老实讲，有没有这个原因，我们也是冲在前面，因为这是性格嘛。不过刚好就是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也要竞争。我们也要竞争，形成公司里面有很良性的竞争，同意吗？公司绝对不会有机会让你们来超越公司里面某一些人的能力的。我们看到你们强，我们就会愈强越强，我们就会去提升我们自己本身的能力，确保我们公司的格局比组织的还大，比每一个人在这个组织里面的还大，逼自己，这样每个人都在成长，是不是啊？包括公司的人，所以它形成一个非常良好、非常漂亮的一个局面，每个人都在动。所以组织上中下哪个地方动健康？上中还是下？全部一起动是最健康，是不是啊？所以 VV 的组织是最健康，因为最高的那个人现在在这边比你们还努力，差点中风死掉。所以 VV 除了说产品啊有卖点啊，还有很多制度有卖点，有卖点。我们还制造很多这样的会议出来。这一次有7场。我们甚至有一季里面有40场领袖培训会的，甚至有在室内体育馆的表扬大会的，有没有？不只有1个月还4场，哪里可能有这样的公司的？我们制造很多卖点，对我们讲说我们不要业绩，不过我们会制造很多卖点来让你好做。好借力，同意吗？很好借力。你知道今天有可能你带一个新的朋友来，有可能今天会改变他整个人生哦。有可能是他人生中的最大的转捩点哦。有可能去一个表扬大会，坐在那边看到翅膀变出来的时候，他改变他整个人生。真的是这样哦，因为的确前面有很多领导人，就是那一幕、那一个画面，让他思想有所改变。也就是说，今天可能你带10个人来，他是有几率帮你建立你自己本身的团队的哦，可能有5个加入哦，他有这样的几率哦。哪一家公司会这么积极的去跟你配合，制造这些东西出来？因为我想问你，这些东西需不需要钱？那么，请问今天你们的入门票付了多少钱啊？多少钱？所以你看公司是不是傻的？公司就是傻的。不过我们不是啊，我们不是傻的，因为我觉得这些钱都是你们的，我应该投资回给你们的。所以我们来看看9月份的4场领袖表扬大会在室内体育馆的视频，我们来看。成功不是偶然的，成功是要付出很大很大的努力。而各位，今天你们有机会了，请给 VV 一个机会。给你健康，给你一个舞台，给你要的荣耀，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让你变成一个更有价值的人。Kita nak percaya, kita nak lihat company itu sudah kasih berapa leader sukses。仔细的看看这一家公司，仔细的看看这一群伙伴，仔细的看看这间公司的文化。
我选择立威，看到你不一样的人生。我也是一个平凡人，今天我已经改变我自己了。如果你愿意跟的话，我相信你都能够过好日子，同样，你都能够创高峰。作则，奉献自己，成就他人，把你每一天的自己都变得比昨天更正确。Tantangan terbesar diri Anda masing-masing. Jika Anda melalui tantangan ini dan melawan tantangan ini, Anda akan jadi pemenang selanjutnya. Reway 其实才刚开始而已，希望大家来到这边，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属于自己想要的未来。Reway 这家公司何尝不是一座青山？我很感恩的是，今天在这座山拥有这么好、这么多了不起的领导人，很多人都一直在贡献在这座山里面。Reway 这座山也非常的坚持，一直相信，一直坚持。他想要贡献回组织的那颗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时机，然后你在这个时候去突破某一些在绑住你的东西，害怕、恐惧感、懒散、懒惰、惰性，可能就是这个时候把它全部破坏掉。只要你这样的念头想要在 Reway 成功的话，只要你开口，甚至整个公司的所有人都想帮你，因为我们都是 Reway 人。真正的 Reway 还没有开始。可能在等你，可能真的是在等你。我是在想，为什么一个公司要做这样的东西出来，对吗？我要问你，没有表扬大会，真的做不起来吗？真的吗 ？Excuse me。Do I need to use English to repeat again? 没有表扬大会真的做不起来吗？不是啊，有很多公司也没有表扬大会，也做得很大，同意吗？为什么公司要这样做？卖点，因为如果我是直销商，我希望公司这样做，我希望公司看到我的付出啊，而公司知道，我们这些不是开玩笑，不是做戏给人家看的，我们的确在想，如果我做到这样的东西，我希望公司这样表扬我。我们真的是用心，每一个人，包括一心啊，我都知道不容易的。所以有时候要分场啊，有时候想尽方法，希望说让你感受到公司真的很想肯定你。这一次9月份我们有4场，这一次的领袖培训会有7场。其实有一个目的，都在迈向一个目标，就是我们12月29号的那一场。那一场7万人，业内没有人做过。新加坡的国家体育馆，我们也是第一间公司能够敢在那边做。我在台湾这一场有讲到，我不管，因为现在有一些促销啊，什么4套啊，就可以去嘛，是吧？就可以免费去嘛。我管你有没有做到，
你必须要去，你真的必须要去。没飞机票，你转机几十次你都要去，因为没有人做过。因为去到那边你会得到一样东西，它可能会炸开你的格局。有可能你去到那种场面，你这一生就不甘平凡了。你说我也想要这样了，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念头，它改变你整个人生。如果那一场都没办法的话，那一场都没有办法炸开你的格局的话，那么你完了这一辈子，没有东西可以了。同意吗？所以给自己一个机会，给你的朋友一个机会。有可能你这样影响2个人去，搞不好就出现了2个飞马出来，有可能哦。所以我们来看，孤身之影变成万众一心，用灿烂笑容代表感激的心，翻越新巅峰，看见更远的未来，开创新页章，寻找和我们一样有梦的人。终极10年，终极目标。10年前，庆幸遇见了你。10年后，我们才正要开始。2018年12月29日，新加坡国家体育馆。终极领袖表扬大会。所以很多人讲说，老板你是不是怕没人？要吵到这样？其实不是啦。如果第一次可以做好，我们就把它第一次做好。如果第一次做不好，我们做第2次。第2次做不好，我们做10次，一定会做好它。所以因为 V-Way 有这样的定位，所以我们会做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会去追求，我们会去挑战自己本身这样的东西，甚至把自己整死。真的，整到痛苦哇，悲哀，晚上睡不着，一直在整自己，一直在进步，一直在突破。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定位就是这样。希望说，我希望公司是这样。如果我是直销商，我就跟着他，我很有安全感，是不是啊？公司都在努力，都在拼啊。因为老实说，刚才我讲的说，我们在那几个国家，我们现在现有的所产出来的利润有这么多，我投资回组织。还是有的嘛，还是有剩的嘛，对不对啊？我们讲8000万、2000万这种，这种数目哦，是一辈子吃不完的钱来的嘞，同意吗？尤其是对我来讲，同意吗？我需要为了那几个说他想要在中国开发市场的那几个人，丢1亿进去吗？不需要的，我放在口袋里面，我这辈子躺着都饿不死，同意吗？我丢进去了过后，人家跟我讲什么？哎呀，现在没货嘞，老板，很难做嘞。哇，你们真的不懂什么叫难做，你们真的要珍惜现在有的问题。所以你看，V-Way不盖动，的确货源是很短缺的，不是在这里而已，全世界都是如此。而那也是因为 V-Way 想要找时机，在正确的时机推出。一开始我表明没有了，一开始就表明了。
不，我要问你，是不是永久性的这个问题？啊？不是，那怎么可能永久性的，对不对呀？那么既然不是永久性的，它就是暂时性的。那么既然它是暂时性的，就是说很快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那么你不要期望没有问题的时候才来做了，因为相信我，每一个人成功过后，他们在讨论的话题，就是他们在过去那个过程啊，谁比较惨，在比谁比较惨，同意吗？真的。现在给你惨的机会，你要珍惜啊！我讲的是真的。虽然你说哇，你这种人这样的谈法，不是是真的。既然你都承认它是暂时性的嘛，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还可以制造一些东西出来的话，你这个故事将会跟着你很久哎，它就不是暂时性的嘞。就是这个暂时性的问题，可以给你一个长久的答案。你最好珍惜啊，因为我告诉你，再难的情况还是有人做得到，所以不要埋怨申诉，不要指责别人，因为我们是配合的。VV 也是从零开始的，也必须要从错误中学习的。不过你相信我，我们比你还严格，我们对自己本身比你对你自己本身还严格，你相信我，严格的那种程度真的是整死人的，会死的，拿命来搏的。要珍惜这样的合作伙伴，同意吗？在这样的一个定位的一家公司，我不懂，我讲解的会不清楚。不过你多多少少可以抓到这家公司的莫名其妙的性格和定位。我告诉你，世界第一也只不过是过程中的其中一个奖品。哎。这么伟大的一句话，没有掌声，真的。为什么？因为一直在进步，一直把应该做的东西一直在做，一直在追求目标，一个目标一个目标的一直在达到。真的，世界第一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过程当中的其中一个奖品。一开始就有冠军的定位，一开始就想做冠军，所以在 VV 里面，每一个领导人都想成为冠军。